完全说唔出来嘅係摘菜呢。我都第二要中意。我男朋友啊，係咪識諗我意見？佢係當有名嘅士多寶春堂。係哦。係啊。講到士多寶啊，莫看我暗用哦。其實啊，我當外甥呢，有啲人鬧到啊，係死來將我識當到，其實我未識當到。故說啊，士多寶嘅春堂一定會請我去哦。好啦，冇問題啦。慳白哦，我接出來了啦。我問你哦，你台灣有食飽冇？有啊，食到東寶嘅啊。冇，較暗地位去外面開間春堂食飯好冇？佢頭擺是開個自助餐店，佢哋阿親會做個客家漢辦宴咯。係哦，係客家漢辦宴哦。講到漢辦宴啊，我一天食得落啊。不過臨時拜訪做得冇啊？唔怕啦，我哋講啦，外面哦都千好人攞嚟打嘴鼓，見咩千中之藝，特別呢做得圖片人去嗰邊坐了，還有食東西。好啊，繼續向下去啊！我係唔係愛去買電路？哎呦，唔是啦，我咪等下點出來時間吼，你那食落呢，伊都盡量嚟點，特別吼，佢看到片人自己食嘅東西吼。都千聽千歡喜。真嘅哦，講到漢辦宴，我一定食得落啦。不過好久啊，nhà bố卡除咗漢辦宴，還有哪啲位招牌菜冇啊？上看哦，還有薑絲炒太倉，還有客家炒肉。那位是甜的吼，做的是個飯條粉糍粑。全部都睇起來都好新誒，睇到我口冷水都會經流誒，真人都幸福誒，有好久啊，我就唔驚肚子搖咧。哎呦，點了就唔會查啦。我嚟講啦，你那食唔落誒，你做得點半份，食嘅東西做得愛帶轉意思啦，傳堂還有愛送給父母。我親好食米食，一定唔會打送嘅啦。我到烏卡傳堂哦，嗰菜攏千太款了千多，我每個對主食有一個一天嘅堅持啊。韓國有呢，特別佢推出新嘅產品嘅時節，都會向我哋去嚟試試，特別試試咯，都花當多嘅時間呢。所以啊，喺餐店聽錯唔會半夜失望。真嘅哦，我推薦嘅一定係好食嘅啊。講到吃食啦，下禮拜就搶嚟看下去吃食啦。下久啊，厝體樣嘅客家辦宴啊，還有乜嘅，跟nhà bố卡嘅傳堂有樣嘅擂茶冇啊？係鹹嘅還係甜嘅啊？烏卡傳堂嘅係甜嘅哦。今日我帶一筆裝迄本阿妹試啊，送把記住講嘅當上釀嘅擂茶嘅口味呢。好啊，等下哦，我幫你帶一罐嘅桂花生米湯。該我咪做嘅，喺店方準備要推出嘅新產品咯。好啊。係啊，漢白吼，你都拖阿妹來我喺傳堂坐啦。呢，阿妹冇聽說要變到好朋友。好啊，因為我阿妹也都係咩啲無卡，我就拖佢去傳堂本佢哋認識下。好啊。大家看睇記到嘅美食計劃，有老眼強用安尼項目，記得聽出還會繼續食家裡食到家嘅美食之旅繼續下去，甚至會向大家超等大家向下來分享，真正看睇，真正本知道很快樂哦。韓國假使想要有好食，韓國食到會快樂嘅菜，就留好久啲屋卡度研發嘅菜強用，去見吃力嘅菜。韓國啲客家嘅學習當方面強用，我吃當多擺，我吃看啊，張做得老人嘅發言，講到將來講來流利，本大家糖嘅食咯。所以咧，古時候啲食下一餐之前，先留兩餐，就係講兩一部分嘅留餐點有關係嘅詞彙留記，向下來學習一下咯。首先，留下向下來學到嘅兩個詞彙就係乜嘅咧？大家聽錯，你下當到兩種傳統，就係乜嘅？吃到飽，客家人都乜嘅？食到飽，各位拜哦，食到飽，真件嗬，你去這種傳統，乜嘅類型就食得到，真件食到飽必必嘅嗬。下邊來看一下，食到飽嘅乜嘅？餐廳，客家人多傳統，傳統，咁我來學下廿幾，就係講。它是非常有名的吃到飽餐廳。客家用排形講呢，佢係當有名嘅食到飽傳統，佢係當有名嘅食到飽傳統。咁下來睇下南市宴係用排形講哦。佢係最有名嘅食到飽傳統，
伊是最有名嘅石多堡传堂。好，福特石多堡嘅传堂过后，有人呢考伫这个沃卡杜附近，也讲这个门前嘅吃出船自助餐，这个来点餐，因为你做在这个夹这个上海的量，韩国人做咩做在托无口用嘅菜，无口用嘅肉嘅自助餐，合法用白形讲，吃出船，吃出船，好，下杯来看一下，就讲他以前曾开过自助餐店，合法用白形讲，佢头摆设开过吃出船店，佢头摆设开过吃出船店，来睇下南西烟强係用白形讲。伊头摆食开过吃出传店，伊头摆食开过吃出传店。其實咧，捱咩當口去吃出傳自家來夾菜，因為咧唔是像食到飽傳統，聽出別自家食到飽別別咧，有時是會當唔舒爽，因為你上海食到嘅哦，因為錢當貴啊，上海食多掉啊，傳轉來咩？不過咧，有時是會吃到安尼，對身體都唔好。故說捱咩當口去吃出傳，夾一條嘅菜，要做嚟食當到無營養嘅長菜，較平衡一下。下杯來睇下腔卡來學到嘅詞彙係拜訪，合法按到拜訪，拜訪，我記得哦，人家再我卡開掉哦，哦拜訪哦，我記得我嘅哦，我來念清楚來，下杯來看到那個記憶係臨時拜訪可以嗎？臨時拜訪做得冇？臨時拜訪做得冇？我記得咯，臨時嘅臨係強用，再順最尾可以攞佢合起來，它是一個合口音哦。聽錯我念臨時，假使念到臨時，按呢就唔錯嘅。再嘛聽錯可以攞佢合起來，好要注意到嗬。下杯，大家出去了，比如講有人去出國，有人去外縣市，去留了家下。聽錯會買乜嘅東西，將來本人嘅親戚好朋友嘅，就係伴手禮。伴手禮合法用白形講，就係電爐。電爐，好，下杯來繼續來看，我是不是要去買伴手禮呢？捱係唔係我去買電爐？捱係唔係？我去買電爐，有時是買電爐，呢件真正係一個動態嘅項目，因為你想講東南的許多國外去買一隻電爐，本日嘅親戚好朋友也係沃卡人，結果買轉來，佢都冇聽錯會中意。故說你買電爐家下，可能會想下，兩三年，佢到底有好啲嘅東西冇？就會買到過後，電到造成不少人嘅困擾了。下杯來看一下，有當然當好啲傳統度自家來內容嘛，自家對於傳統度識，唔過有當人呢，當好留傳點帶轉去自家嘅屋卡來識嘅，反而很多外帶合法用白形講就係外帶，外帶。好，下杯來看一下，可以外帶回去吃。外帶回去自己的家裡面吃嘛，給合法用白形講咧，做得外帶轉去食，做得外帶轉去食，來睇下南西煙係用白形講，做得外帶歸去食，做得外帶歸去食。好，下擺講下來學兩個詞彙嗬，呢兩個詞係有數幾嘅時節。真嘅動力片，因為數嘅點點啊咧，就會有人讓人送到人屋卡嘅門口。嗰種人呢，係做乜嘅事情呢？就係外送，係外送員，你係種當多咩？不管你係哪種 app， 甚至你係自家行嘅點價，讓人送過來咪強用哦，合法按到外送，改拜外送。
記得人看愛呢隻字，佢底度係有隻 O 嘅音，唔過松呢隻字底部係有隻 U 嘅音，聽錯嗱 O 嗱 U 嗱佢分清楚來，千萬唔好念做愛松哦，呢就做唔得了，因為呢個音就冇分清楚哦，係愛松嗬，記得要念下清楚啲嘅。下邊來看一下係記嘅係乜嘅，還有外送的服務，還有外送嘅服務。還有外送嘅服務，來睇下南市縣係用版型講。還有外送嘅服務，還有外送嘅服務。好，下邊我學嘅詞彙，大家去傳堂聽錯，假使識到唔好識嘅東西，唔會欠嘛，真嘅會欠先嘅。故數咧去到傳堂一聽我識乜嘅美食，客方用版型講美食。米食，千萬唔好念米食哦，安尼就做唔到，一定會變調，要念米食，安尼爭錯個。下邊來看一下記嘅，我很喜歡吃美食，愛青好食米食，愛青好食米食。哦喲，真嘅馬生嘢唔好食，好食嘅東西，老愛講好冇？雖然講去傳堂度，食到飽逼逼咧，唔過啲傳實體，還有下一傳啊！有上次愛食飽吼，行到路巷哦，看到有啲點心店啊，像係賣嘅片食啊，像係賣嘅麵啊，有當場有搖嚟呢，哎喲，啱補頭，要係食乜嘅好咧？唔會有安尼想嘛？假使有拄到中意嘅，就講。佢先買轉貨卡上講咪，上個食嘅時節要做啲事，韓國嘅買涼水，我買一杯涼水，按補頭吼，真嘅非常嘅完美，錯冇啊？講到時吼，真嘅毛片嘅就會走出，所以按多東西，嘅大家有想到嘛？嘅啱啱老阿好古，佢兩啥，佢老牙強用嘛，按好食，按精實咧，聽下聽聽記得，聽下來看了。